给他上。老大，我的台语不是很天真哈。那个侨务委员会里面那个3个副委员长还有委员长，大概我的台语是讲的最差的啊。但是呢，我从小有学，我全部都听得懂。讲呢，其实还是可以讲，供嘛也要供啊。这个就是讲的不好啊。但是呢，我觉得要保存一个文化，先要保存一个语言啊。这个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我从小呢在眷村长大啊，讲台语的机会不多，但是呢运气很好。我在小时候呢，黄俊雄的布袋戏很流行啊，所以我们的台语都是学布袋戏的啊，布袋戏里面的啊，所以这个然后呢圈子里面偶尔也会来演这个国语啊，在后面打香肠之余呢也听了很多。长大之后呢就接触就比较多，然后我这个在读这个历史系的时候呢，对台湾史呢非常有兴趣啊。大概像我们这一个年纪的人哈，这个对台湾史的研究呢不是很好啊，认识不是很清楚，尤其是误解的更多哈，误解的更多。我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是觉得台湾的很多的人对台湾的历史啊有很多的误解。其实呢，我是对台湾的历史呢是还稍微有点研究啊，我还教过台湾史，那么所以对台湾的语言文化有另外一种感情。另外呢，我在读诗词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现代的国语。很多的语音和韵脚都对，像国家的国是入声字，但国语都是平声字。够嘎够入声很短又轻啊。这入声字呢，在这个现代的 Mandarin 里面呢，变得很少，比较多轻声字，很少入声字。但是我的父亲呢是河南人，他呢。讲话，北方人讲话更少一点，大概只有第1声、第4声和入声，他没有第2声和第3声。你们大概不太了解哈，一个北方人、河南人哈，他没有第2声和第3声。比如说三民主义，1、2、3、4声哈，三是第1声嘛哈，民是第2声嘛，主是第3声嘛，义是第4声嘛。照我们的普通国语是三民主义啊，1、2、3、4声。我爸爸要怎么讲呢？他是没有2声和3声哈，他就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全部变成第1声。像另外呢，像总统2个3声呢，在我们的 Mandarin 里面呢，第一个字第3声要变成第2声啊，不然2个3声讲不出来嘛哈，所以就变成总统。那这2个字第3声，像我这个爸爸呢，他没有第3声啊，他总统怎么讲？他通通变成第1声，他叫中通。所以啊，这个语言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啊，非常有趣。如果仔细观察呢，会得到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事情。而读书呢和认识文化呢，越多的语言的协助，你会有更多的深刻的了解。这是我对于这个语言非常的认同。因为我们在台湾呢，这个侨务委员会呢，负责海外子弟的学习。那对于所有的语言的学习呢，我们是尽我们的力量来协助，可能力量并没有办法照顾到全面，但是呢，只要是我们的乡亲在海外要学习任何关于我们的文化传承或语言的传承，我们都会尽我们的力量来协助啊。那我们这个台语师资班研习班呢，虽然有一阵子没有开了啊，但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开设这样的课程。那我们也会有老师出去巡回啊，协助大家把这个语言做持续的传
次呢，欢迎大家回来。希望在这个秦汉教授的台湾语言的课程安排下，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我知道在座有好多，我刚刚看一下资料，有这个台语牧师哈，还有台语的前辈，都是这个在这个台语教会里面啊。我在美国也去参加过台语教会啊，这个凝聚力哈，还非常的强啊，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角色，还有角色的特色哈。在这里呢，在这个代表侨务委员会表达对大家的欢迎，也预祝大家的学习都一切非常顺利啊。回到高奖的。上来哈，咱来邀请咱武义联盟的理事长啊，也是哈国立师范大学台湾语文系系主任第一任的系主任哈李庆华秘书来甲咱大家致辞。指导单位交副委员会，咱的副院长任鸿院长、副院长，甲咱的科长苏尚吉科长，各位咱海外转来咱的台语教师，咱的乡亲，大家下午早。真欢喜看到各位啦，确实实在是甘心咱世界各地不远千里转来咱的祖国，咱要来传承咱的国语文化，这点心是使我感动的。我个人伫海外嘛真长的时间，我伫美国嘛住了20天，嘛伫遐教台语，我上尾转来台湾进前是伫哈佛咧教台语，所以我嘛讲义上方面算台语教师啦，所以我和各位实在是共职业啦，拢咧教台语的。我到今仔佫教台语，我到即摆还佫伫阮的系所有开迄个算做外国学生的台语课，到即拢开。今年嘛还佫13个收，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所以我一直拢是一个台语教师。我离海外遐尼久，我嘛足深深了解讲，咱台湾人伫海外要保留家己的语言是原来困难。要互咱的子弟会晓人讲咱的母语是原来困难。我伫波士顿遐嘛足深刻了解，真是足困难的代志，伫足强势的即个英语的环境内底，参伫台湾足强势的华语的环境内底，要保存咱家己的囡仔，咱的子孙会当讲咱的祖先的话，这是足困难，足困难的爱非常有心，有迄点心，才有法度，通做部分啦，比如讲，咱的后世会晓通讲甲真合适的台语，我想是真无啥可能。好加减，互因会当通听有，加减讲一寡，了解咱的台语文化，我想这拢是需要咱拍拼的所在。我嘛有伫2008年的时阵，有那是教育会所主办，我有那去美国巡回，教即个咱的台语教师的即个练习班所以我算长期来拢有咧参与即个事工。伫顶一遍，咱教育会办的即个海外台语教师的演习营，我嘛是共同主持人，迄就是海洋台语文协会所主办，我迄阵是常务委员，所以我就做共同主办人。即遍因为时间有较迫切，所以其他的单位拢毋敢接，毋敢请咱计划想讲总是爱甲办起来所以咱才用国语联名，佮用咱成立无偌久，咱的迄个师范大学的即个台文所，台湾文化甲语言文化研究所成立真是第8档啦。台湾语文学系成立，即摆已经变台湾语文学系，即今年是第1档，就是讲咱按系所，按即个所有硕士班、博士班，到即摆有学士班啦，是完整的一个系所合入的即个台文所、台文系，
啊，这伫台湾，安尼的单位真少，吼。咱即马所在有诶，敢若是成功大学，一开始就设安下到图书馆拢设好啊，吼，正式上，啊，咱而且是安头仔一步一步慢慢发展，慢慢成长，慢慢成长起来，吼。啊，而且咱阁是以台湾语文为主体的即个系数，安尼是真无简单，特别是一向外界较认为较保守的师范大学，即个较困难，所以各位当想象讲，是咱我的旧年会去心中中风去装四字亭啊，我即摆用装四字亭啊，毋是普通的身躯啦吼。所以我今年搁接即个系主任，所以搁为了平淡，搁为了搬厝，所以做无用。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我足欢迎各位转来，足希望甲各位做伙相甲交陪，不过我想我会卖足无用，吼，所以若较无法度含大家做伙，请大家有那谅解。像比讲真，我应该是咧开学部会议啊，所以我等下嘛爱赶过开学部会议吼。所以啊，无明仔载咱就有一载的时间啦，有我的课嘛吼，所以明仔载咱有一载啊3点钟的时间，就当。好啊，就互相交流。毋敢讲，咱转来毋敢讲，咱请老师来各位教，毋敢安尼搁跑，讲互相交流，吼。阮可能嘛是足侪物件需要向大家学习。咱排个老师虽然伊足用心，不过我嘛相信讲各位老师嘛足侪所在会当甲阮教的，啊无即中间就互相来学习安尼吼。啊，若假使有较服务较无周齐的所在嘛，请大家谅解。不过，相信阮的用心啦，吼，你应该会感觉到，阮是足用心，因为我伫海外遐久嘛，足感觉讲伫海外台湾人的足侪心声，足侪艰苦，我拢体会会到。所以若转来台湾，我拢感觉讲，应该是足欢迎啊，都无法度拢大家甲恁摸一下啦，吼。毋过，就是迄个心啦，吼。不过咱秘书长会专程甲大家陪同服务，有任何需要阮甲恁服务的，摆晓甲秘书长讲安尼吼。欢迎各位转来。这段时间希望咱有较侪时间通做伙，互相交陪，交换意见。好，多谢各位，多谢。咱感谢咱台湾武艺联盟的理事长吼。咱苏校长，你来甲大家，无站起来甲大家坐下手的好无？好，咱即马过落来，咱是不是大家同齐来去坐上的吼？咱等下课程就要正式开始啊，吼，咱来头前先来去。